再来看内政部推出3万块的房贷补助方案，早起9点开始哦，到今年的12月29开放申请。也毋过今仔早起一开放，网页就袂登袂动哦。1点钟后才恢复正常，10点半左右哦，就有超过1万人申请咯。一个晚过去，真侪建案完工，辛苦欠钱买厝，房贷压力真大。内政部房贷定额补贴为6月初1开放申请，符合资格就会当领到3万块。民众申请时免附证明文件，只要输入借款人基本资料等资讯，就能完成申请。在原先约定缴纳贷款本息账户内领到3万元。这个补助对象锁定中价薪水房贷族，要摕到补贴，就要先通过5个条件。已经本身有贷款的，伫今年2月28进前买厝，已经有一笔自用主体贷款，有厝1户以内，也加110年加户各类所得，伫120万以下，原始核贷金额台北市800万以内，其他县市700万内，符合条件的资格一概发放。受理期间开放到今年12月29，6月初完成申请，上紧7月就会当领到。抢头香想要申请，登入网页圆箍一直等，到尾也无法度连起，失灵超过1点钟。营建署是解说申请伤侪人，造成流程卡条的。到早起10点半，已经超过1万人完成申请。本来设定的压力测试是1小时10万笔啦哈，但是开机瞬间就超过2万笔，所以一开始在流程上比较有一点卡，但是呢，到10点半我们陆续都已经排除。虽然是讲状况拢排除，11点半搁试一届，也是显示官网伫维护，因为拢线顶伫进行。营建署也表示，申请方式拢伫官网，要用简讯也是社群的方式通知审核结果。中央一再提醒，因为咱国内诈骗真济，都惊补贴这个真幸福的代志，煞变做诈骗落手的目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